过来，你若是要硬要用迄个台语，也是对，啊，这嘛是有笑话无？哦，啊，一个囡仔，一个少年囡仔，去鱼米遐，要买物件，啊，人伊就拄着一个迄个小姐啦，啊，小姐问我你要买啥？伊讲我要甲你买，我要满面归仔。你形容了，你就听无啊咧，吼。啊，有一摆，鱼米遐可能有一个欧巴桑咧顾店，啊，伊讲哦，这欧巴桑我甲伊讲台语，啊，然后我啊，你买啥？哦，我要买馒头，好啊，其实唔免安尼啦，馒头就是馒头啦，米糊啊就是米糊啊就好啦，你人拢听有啦，哦，啊，伊咧讲说，啊，你也讲，啊，你要倒，我要去麦当劳。买汉堡，买汉堡加的，吼，哦，啊，这拢无必要啦，你著规气用外文讲就会使啦，哦，啊，过来，台语式的中文吼，有当时啊人看到拢无啦，吼，迄个会记得是台湾打光复的时，台湾打光复的时啊，就迄阵啊，咱台湾人因为过去是有读过日本文啊，国民党来就变做中文嘛，华文。啊，不过伊咧写公文吼，嘛是拢用台湾式的。伊讲，吼，啊我因为吼，哦，伊咧开店啊，伊咧拍卖伫咧大盒，啊，我即摆拢爱食个猪啊啦。这是台湾人都听看有诶无？打不直啊，老是打不直的拄好。迄伫迄公家机关咧，你办公诶，就是遐公务员，啊，佫又是中国来。他说什么叫吃自己啊？什么叫打不直的拄好？伊就无法度听嘛。哦，且台语式的中文吼，就是台湾人爱做听看有啦。